财政部有举办网络发票的抽奖，9万人去参加，结果内底有4个人是连续中奖，引起争议。财政部经过调查，即马出面说明讲，中奖的这个人拢毋是财政部的人员，嘛毋是办抽奖的厂商内底的员工。若其中针对有争议的部分，会交予司法去调查，也毋过并未规划搁定抽。 在律师的见证之下，跳出好运的得主。财政部举办的网络发票抽奖活动，超过9万人参加，敢若中奖就无简单啊！更加莫讲是中大奖，也过先来看一下即摆中奖名单。官方分3期抽出各奖项，有4个好运的人中获中大奖，摕走 iPhone、iPad 这奖品，是真正真好运，也是后壁有问题咧，引起讨论。连续中奖，几率感觉不高，在几率上来讲，根本 微乎其微，它一定有问题。抽奖活动了出风波，真受外界质疑。财政部调查了后，初六正式来出面说明，讲这个中户中奖的人无公务员的身份，毋是财政部各单位甲承办厂商员工，红赛季后也是3等亲以来亲属。毋过，哪会使一直中奖咧？官方解释讲，厂商的程式设计甲一般的随机抽奖讲无共款。承办厂商他在设计这个抽奖程式的时候，他是采用一个 调高积极参与者的权数值，以及呢给予优先抽奖的机会。有一个人是全捐的，就是他们每人累计捐赠大概350张到500张。 讲到白就是讲，都是一直参加，中奖率就愈悬。甲这4个中奖的人，每工消费记录该详细看，平均看每工会使摕2张到5张，一笔金额拢超过100块。财政部初步分析无写发票问题，也毋过这中奖民众是毋是事先就知影？厂商的程式设计也引发讨论。透过程式在撰写的时候，可以做一些手脚，这确实有可能会这样做。那这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在的这个方法去发现这个程式里头有问题。 我觉得所有的中奖人，或者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人，他并不知道承办厂商的程式是怎么设计的。财政部挂保证，讲这中奖的人事先拢毋知影，无中抽的规划，也毋过第3期奖品就暂时未发。这调查局已经立案调查，要来调查讲是毋是有弊端，牵涉早期妨害电脑使用罪才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